手中，所以自身有命，人无办法用伊方法，互家己计划，是啊，一刻久啊，哈。有的人安尼看起来敢若足健康诶，但是雄雄煞煞一个绝症，一个久就死去啊。伊感觉我再讲吼，人诶命足气足气。我敢若我一当来，忽一个跌落去，看你人偌高，计划偌济，哦，你偌聪明，逐个我甲你尊重，是，无路用，嘛是死去啦。所以吼，人诶性命不在家己诶手中，在天顶神诶手中。所以讲，自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人要好业，要富足，要尊贵。要有地位有权势，毋是靠手段啦，这毋是讲我骗骗就好啊，对啦，除非天顶的神带领，你才得得着。所以古早足侪牛人，其实少年就死啊，伊想要得天下，得袂着啊。所以神啊，要尊老人的话。厝边隔壁大家好，谈天说地无烦恼，行为端正人和乐。欢喜斗阵上介好，厝边隔壁大家好，中好三听又敬老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幸福美满好结果。厝边隔壁大家好，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。欢迎收听。今日节目开始，请录音团队甲大家招呼一下。所以，亲爱空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今日节目我想讲要请教这个大团队一句谚语，安尼讲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。人真巧，因为神赐人聪明智慧，有的人这个数学也特别高，有的人这个数理也特别清楚，算甲足真的一角嘛算出来。但是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，这是讲。人辛辛苦苦一日算，一日算，一日积话啊，赢袂过天顶真神的一个比话啦。神一个比哇，天地拢改变啊咧。你人外高计划，有人讲到这个我双手万能外高做外高，什么人定胜天，人要赢过天，敢无可能？无可能，人嘛可能人太软弱了。人讲将石桥做个遮尔水，用偌侪钱，偌侪功夫，做个正水。大水是来一冲就去啊！土石流哪来嘛无法度。对啊，其咱即摆上界清楚就是921地震，这个震灾啊，互咱感觉够凄惨，这人敢会得出？忽然间尔吼。是啊，有人嘛想袂到，我要安怎防震？要这厝甲起甲互伊安尼较坚固，这地动咧摇摇显显吼，不要紧。但是地动毋是干那摇显尔，伊个咧摕个切切，搁撒起来个。那你厝起甲外水内面装潢，你若100万。嘛无法度，无路用啊！忽然间尔，马上倒翘，搁避开，搁倒去，有迄老个定位拖下落去啦。5-6站迄实在，我咧感觉讲人实在袂当赢过天啊！所以讲千算万算，毋达天一话啦。有当时咱会感觉讲，咱人计划真好，想法真好，感觉讲安尼家己一定会成功。到尾啊，偏偏啊未成功，一个小可的原因就阻挡你啊。是。咱讲咱电脑安尼小可一个病毒来啊，当时才无办法顶当我要怎样调。所以圣经内面天顶的耶和华真神安尼讲，我的意念毋是甲恁的意念共款，我的道路甲恁的道路嘛无共款。天怎样悬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，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。所以天顶的真神伊在天，咱人在地嘛。所以实在讲着个天地之差啦。天顶的神是全能的，无所不能的啦。做天地万物，做人使人聪明智慧，我咧活到惊，你吹风出日头落雨，一切都是伊咧掌管的啊。伊的智慧是赢过一切，人绝对袂当赢。所以圣经话讲，就是讲神有啥物愚拙的所在嘛，比人较有智慧，较聪明，更较巧。所以人无办法赢过神。因为咱写这个天理就真清楚啊，一在为天，一大就是天顶的天啦。
啊，所以咱要赢过天顶的神，嘿绝对无可能。无可能吼。所以普罗咱你讲这天，是你指着上界大的精神。是。啊，所以毋达天一位，嘿毋达天顶的精神一个比位啦。讲到这吼，啊，搁一句谚语安尼讲啊，讲树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啊，搁甲这有啥物相关？哦，树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哈。嘿，这是四书五经内面的话啦。啊，这句话是古早人讲，啊，讲伊真有道理。树星有命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要死还是要活，天顶的神早就甲你注定好势。点好啊啦，吼。你的性命在神的手中，所所以树星有命，人无办法用伊的方法，互家己计划，是啊，是刻久啊，哈。有的人安尼看起来敢若足健康诶，但是雄雄煞，煞一个绝症，觉得久就死去啊。伊敢所以我们在讲吼，人的命足切足切。我刚刚讲一当来，忽一个跌落去，看你人偌高，地位偌济，哦，你偌聪明，大家偌甲你尊重，是，无路用，也是死去啦。所以吼，人的性命不在家己的手中，在天顶神的手中。所以讲，树星有命，啊，富贵在天，人要好业，要富足，要尊贵，要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毋是靠手段啦，啊，这毋是讲我骗骗就好啊，对啦，除非天顶的神带，你才得着。啊，所以古早足侪牛人，其实少年就死啊，伊想要得天下，得袂着啊。所以神若要尊老人的活命，人才有富贵啊。啊，神若要尊老人的活命，咱这个世界都无属你的啊。你甲这个世界人都无关系，你就人都离开世界，那要怎样？啊，所以这个撒母耳记上吼，第二章呀，圣经吼有记载讲。讲天顶的神，互人死，会当互人活，会当互人落阴间，就是讲到地狱去受苦受难，嘛会使互人往上升，升到天国去，因为我那甲神住斗阵。讲这位神啊，嘛会当互人善香，嘛会当互人富足，所以你要好家要善香，嘛是在神的手中。讲甲足清楚的，神愿意，你就会当；神无愿意，你就袂当的。你要好家，敢有管好家？神互人卑微。也互人高贵，神要互你出世在高贵的家庭，也是要互你会当得到光明或者高贵，嘛神的手中，也是要卑微出世在一个人看轻的家庭，一生拢袂出脱，嘛无一定啊。都神掌管的吼，所以圣经讲继续讲，神为花田的内面抬举贫寒的人，为这个粪堆的中间提拔强发的人。讲咱人啊，这身躯本来就是土做的嘛，丁土做的嘛。人敢若丁土嘛吼，讲起来人吼，安尼烂去臭伊，毋是敢若粪堆共款。所以拄仔这个花田甲粪堆的中间，神提拔咱这三信真神的人，三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来接受这个救恩吼，就会当接受耶稣宝贵的洗礼，做这个下面，就当成做神的囝儿。若成做神的囝儿，神就甲咱提拔啦咯。咱这贫寒人、穷乏人吼，神就甲咱提拔，当甲王主做伙坐。神是王咧吼，天顶的王咧吼，咱成做伊囝咧，王主咧。王主啊，什么人无爱做王主？咱来做王主，咱就这条荣耀的。天顶的王主是永远的吼。所以天顶的神吼，掌管一切，树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千生万生，毋甲天一回啦。所以若伫遮甲看起来，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天无雨，人无路。伊个有啥物啥咧？天无雨，人无路，这是你甲咱讲。讲天顶若无爱落雨吼，人无半步啊。为什么安怎讲？天无落雨，就抗旱啊！抗旱就无农作物生产啊！若无农作物生产的时阵，你看人要食啥？人若袂食就袂活，若袂活，你会当做啥？你要计划哦，千生万生哦，无效啦。所以讲到尾啊，人拢是伫神的这个掌管之下，所以人一定要有敬畏天顶真神的心。天无雨，人就无路，以后就无骹步啊，无啥物骹步通我行。所以愿咱会当敬畏天顶的真神来得到福气。是，咱今日真感谢罗永团队伫咱节目中间，甲咱讲解这三句谚语，就是千算万算毋达天一位，树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天无雨，人无路，确实真好咱感谢罗团队。咱若是有敬畏神的心相信神在凡事上会保护咱。你若拍开心爱的门，就要看到春天。
稣听咱来到世间，伊要享受喜乐甲平安。你若打开心内的窗，就要听到溪水的流声。耶稣听咱牺牲生命，伊要拯救世间你甲我。耶稣听咱牺牲生命。所听咱来到世间，伊要享受喜乐甲平安。你若打开心内的窗，就要听到溪水的流声。耶稣听咱牺牲生命，伊要拯救世间你甲我，伊要拯